家好，我係易優。今日10月19號，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恒指嘅走勢分析同埋未來走勢嘅預測啦。咁啊，分析之前先回顧下上一條 YouTube 嘅影片嘅。咁啊，上一條 YouTube 嘅影片呢，就係10月10號。咁啊，當時嘅分析就提過啦，恒指呢就即係從今年嘅4月7號開始嘅升浪呢，就行緊嗰個大嘅湖山嘅一浪啦。咁啊，好大機會就已經完咗噶啦嚇，就喺10月初嘅時候，10月3號嘅時候完咗啊。咁啊，10月3號4號嗰度嚇，咁啊呢個位完咗之後開始二浪嘅調整啦，即係大嘅湖山浪嘅二浪。咁啊，當時嘅分析就提過，就一穿個通道底就基本上就確認咁啊。因為期指已經穿咗，咁所以我覺得好大機會驗過一穿啦嚇。咁啊，亦都係提過幾個位，咁啊，即係話可以到0.382啦。咁啊，呢個就24,000幾嘅，24,300嘅。咁啊，上邊亦都有個藍色線嘅支持位啦。咁呢個就大概係24,900嘅。啊，咁啊，當然啦，亦都提過啦，如果穿咗之後，穿咗通道底之後，咁啊反彈嘅阻力就變咗通道底㗎啦。啊，咁個通道底就26000，即係話就算反彈咧，會受制於一個通道底26000左右嘅。啊，咁我哋睇翻恒指其實就星期一就穿咗啦。啊，咁啊13號穿咗，之後反彈咧，都係受制於呢個通道底喎，即係基本上符合之前嘅分析啦嚇。咁啊，即係話就算再反彈，咁都過唔到26000呢個阻力位嘅。咁啊之後就繼續落啦。咁而家就個二浪調整完咗未咧？咁我傾向就未嘅。咁就算有反彈咧，咁啊都係可能係2B 嘅反彈，即係而家可以係一個 ABC 結構啦。咁如果佢係2A 完咗，咁啊可以開始2B 嘅反彈咁樣嘅啫。咁我覺得就算夜期反彈得幾勁咁，但係如果過唔到呢個阻力位咧，咁都係反彈咯，即係嗰個26000呢啲位。咁啊，呢個關於係上一條 YouTube 嘅分析啦。個波動點底就14號嘅嚇。咁我哋睇翻就14號咧就出咗一個小嘅低位我哋睇翻就係啦，14號咁啊，跟住一個反彈，咁啊但係反彈都係過唔到26000嘅日線收唔到26000之上嘅。咁小時都上都企穩嘅咁啊，最多係去到26000零幾嘅啫。咁啊，但係收唔到之上咁啊14號出咗個小浪低位啦，跟住有個反彈咁啊，但係反彈都好弱。咁呢個就YouTube 嘅咁啊14號出小浪低位嘅啫。跟住我哋再睇下就係VIP 群啦，我哋睇翻 VIP 群咧就16號16號嘅時候睇下佢係跌咗，因為啱啱係反彈嘅情況嘅咁你可以睇下VIP 群當時係點樣分析啦。咁啊當然啦，咁啊除咗VIP 群除咗分析指數之外咧，亦都分析好多個股嘅咁包括熱門嘅恒指嘅成分股都好多啦咁啊當然亦都有熱炒嘅 AI 嗰啲同埋汽車股咁全部都有。咁我哋睇下點樣講先咁上落幾廿點嘅啫。咁早段咧就都曾經彈到去26062嘅。咁啊，琴日提過話，即係將個阻力位移多少少26050啦，過唔到咧，咁都未確認佢係呢度調整完嘅，因為呢條頸線就變咗呢度小雙底嘅頸線，咁但係而家又變咗呢度又好似有一個小雙點
咁如果收穿下邊，咁變咗個頸線喺下邊啦，25,300，即係話小市收穿25,300咧，咁呢個變咗嗰個小雙頂啦，咁又要落一陣噶啦，咁之前提過啦24,900啊，都唔出奇嘅就24,900呢條藍色線啦，咁暫時嚟講咧就但係佢又未曾確認佢係彈完嘅呢度亦都有個小裂口嘅，咁25,450啦，咁中午時候有提過啦。咁其實穿呢個裂口咧，就呢個25,300都可能會穿嘅啦。咁所以如果收穿25,450咧，就中午嘅時候都提過啦如果收穿25,450，咁有機會彈完嘅。咁而家都係受制呢個通道底嘅阻力㗎啦。咁暫時都或者係窄幅上落先嘅窄幅上落用嗰個時間嚟消耗佢個呢度個整固，咁都得嘅咁呢個就恒指啦。咁恒指個波動頂底日咧就要去到22號嘅12月20，即係下星期中到時再睇啦22號左右啦。到時睇下佢係咪即係喺呢度反覆多一兩日嘅話，咁就可能彈完如果都之後去到22號都仲係突破唔到咧，咁就小生可能係彈完嘅呢個就恒指啦。跟住我哋再睇期指啦。期指咧亦都係變動唔係好大嘅啫都係幾點。亦都係過唔到26,050嘅阻力位啦。今早最高都係26,071咁但係收翻落嚟嘅咁所以係過唔到嘅。咁所以而家就下邊就睇個裂口啦我哋睇翻16號VIP 群嘅影片啦。當時嘅分析提到啦亦都係過唔到26,050咁我預多少少預多幾廿點26,050點過唔到咧，就會向下考驗。咁呢度考驗咧就先喺一個裂口區呢個裂口區嘅底咧就係25,45025450。咁當時提過啦，如果一穿呢個位咧就破底㗎啦。即係分分鐘去到24,900呢個位嘅。當然就恒指又未去到咁低啦我哋睇翻星期五我哋呢條片係16號㗎嘛16號反彈完跟住就17號就破底啦即係跌穿咗14號嘅低位啦我個破底就破呢個低位嘅啫即係近期嘅低位。即係話呢度14號彈翻上嚟，跟住再落最低都係25,100幾嘅啫其實未到個藍色線嘅支持位嘅。咁就而家嚟講咧就會唔會係先有個反彈先咧？因為期指咧就好似有反彈，我哋睇翻期指先但係係咪彈到去個阻力位咧？期指就開始有一個反彈啦。期指講啱啱係我哋睇翻就話 VIP 群提到個期指嘅支持位就係呢度嘅25,100幾，咁就啱啱二期咧就即係17號晚咧就跌到呢個位，即刻就反彈啦咁所以就
期指呢個位都好上過嚇，咁因為期指佢呢個度未曾破，咁所以佢冇破底咯。未曾破即係十一號嘅低位嚇，呢個11號嚇，咁變咗，但係期指最低就已經去到24,900幾嘅，我比現貨低，咁咪接近呢條紅色線啦，咁所以有少少唔同嚇，咁呢度咧亦都係因為佢突破咗呢度嘅阻力位藍色線25,700，咁有機會試下呢度唔出奇嘅，即係再試26,050都得，咁當然啦，如果突破呢個位咧，咁啊基本上佢嘅 B 龍嘅反彈㗎啦，突破26,050咧，咁B 龍反彈啦，咁 B 龍反彈咧就咁但係 B 龍反彈都係差唔多呢啲位嘅，就唔會彈得太多，我覺得啦，我哋量一量佢先。如果彈到去0.618咧，都係26,500嘅啫。26,500已經有一個阻力位嘅啦。即係話突破26,100啦，26,050啦，咁啊可以去到26,500啦但係我傾向就係彈完咧都係 B 浪嘅啫跟住仲有一個 C 浪咁先有完成個二浪啊！如果我覺得個二浪即係唔會而家拱完咗咁快咯，因為調整嘅幅度咧就好少啦，同埋個時間我覺得都唔夠，咁所以我傾向，除非佢跌得好深咧就可以好快即係如果一下就已經跌到落去0.5，咁就可能幾日就完咗都得咁因為用個空間換取個時間嘅可以係，亦都可以用時間換取空間。即係如果佢跌得少咧，咁就可以係拖長嚟下咁其實就空間同時間咧就互換嘅啫咁所以就睇下佢係究竟係落得快而短暫定係慢而拖長嚟同埋跌幅少咁兩個選擇嘅啫。咁呢個就恆指短期嘅走勢啦。咁我哋再睇下恆指大周期嚟講啦。大周期我哋睇翻月線圖啦。都係之前嘅分析㗎啦，暫時冇變嚇。咁從2018年1月29號高位33,484開始一個下跌浪啦。咁呢個下跌浪有一個A、B、C、D、E， 咁就喺2024年嘅1月20幾號就完咗。咁呢度14,000幾，咁之後開始一個新嘅升浪嘅。呢個新嘅升浪就當然就未完啦咁如果我按一個牛市嘅推動浪，睇翻周線圖一個一浪咧就係2024年嘅1月20幾號升到去今年嘅3月17咁一個一浪啦，但係一浪二浪調整就係4月初今年嘅4月初跌到差唔多一半嘅啦。咁之後括弧三浪嘅上升啦，咁三浪咧就三浪嘅括弧三浪嘅一浪咧，亦都係完咗㗎啦咁即係喺10月初完咗，咁之後嘅調整浪我覺得就係未完㗎咁解，因為呢個周線圖咧有亦都出咗一個裂口咁所以我傾向就冇咁快就算反彈咧都會受制於26,000幾至26,100呢啲位㗎啦咁只不過如果佢已經完成 A， 可以係咁樣 A 啦，跟住 B 反啦B 反，跟住 C 落個 C 咧可以去到64,300原本我預期係即係整個10月，即係睇翻之前嘅篇我已經講咗，10月係一個調整嘅月份啦預期整個10月都係二浪嘅調整嘅，咁佢
長咧，咁即係話去到11月初咧，我覺得都唔出奇啦。咁而家反彈，可能我開始一個 B 反彈啦。咁 B 反彈咧就有幾日咁解啦。咁之後再錄咧就意思。咁下個波動點第日咧就係22號至23號嘅。應該即係彈2日左右嘅啫，覺得咁所以就即係話，如果你個反彈已經入咗嘅話，就睇住26,100 26,100呢啲位彈到呢啲位，我覺得都隨時要走㗎啦特別是如果個價突破，即係日線曾經突破，但係收市就收翻落嚟咧，啲嘅就比較假啦咁即係反而一個睇淡嘅信號嘅會咁睇先啦。短線都係短線突破位26,050啦。最多咧係裂口點就26,200但係26,200咧就有機會企唔穩嘅回翻嚟。支持位啦，下邊支持位，如果即時咧，但係如果係即刻落咧，就睇24,900咁呢個藍色線，有機會再落一次都得之後反彈再落又得可以咁睇先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謝大家。